伊是东教练阿兄，伊较早捌代表台湾去过日本做选手，来大家拍拍者。其实吼，叫我来，我嘛毋知要甲恁讲啥。莫拍拳。有影我讲正经的啊，莫拍拳啊，较早放弃的啊。我问恁啊，要拍拳怎未来？做选手，还是做教练，后倒摆做歹爽。恁敢要安尼？下比赛是受伤的，我头一伤就是安尼啦，对一世人。我真正算好运啊，有诶较严重是死的呢。真正加水一届就好。你敢讲迄有诶无诶？到时阵若要学，我是要教见哦。无咩讲，甲因讲拍拳做前途的，迄前途一片光明哦，用挂用骗的安尼哦。按小你安尼讲，会受伤就莫拍。我行路嘛跋倒会受伤啊，我毋做拢莫行路。对啦，你要摕牌嘛，有奖金嘛，莫遐客气。即个社会本来就是安尼啊啦。我互因摕金牌，因我趁钱过生活，安尼有啥毋对？讲到底，你嘛是有对你家己的，你自私啊，你也要烦恼遐囡仔。